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份到靠天真烧热，不过气象署表示讲，对明仔载开始特别变天落雨啊，这气温嘛会降低，甚至伫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嘛，拢有可能会落雪，一直到后礼拜二，这水气才会减少，拜三温度开始回升。这2天侪份好天的天气，你要变天啊！气象署表示，对拜5开始，云的量慢慢变济。部分的所在就会开始有雨，到拜六冷空气路南，加上透东北风，天气会变成淡淡湿湿，温度嘛会降低，一直寒到后礼拜三。那这一波冷空气预估影响比较明显的时间会是在2月1号周日，一直到2月3号的清晨，也就是周日到周二清晨这段时间。那要比较留意的就是在低温的部分。各地的低温大致上会在这段期间是落到13到15度左右的一个情况。气象署讲，拜六到后礼拜一，中部以北含东半部拢会落雨，尤其北部雨会落较济，落雨的时间也较长。后礼拜2开始，水气就会慢慢减少。中部以北其实整体上来说都会是逐渐转为有短暂雨的形态，而且降雨的方面会是比较普遍的。那在东半部地区，其实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的一个现象。那到了南部的山区，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。那到了下周1、2号的时候，还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不过水汽上来说会有稍微减少一些。气象署也表示，若是水汽和温度有配合着，拜六暗到后礼拜一，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可能会落雪，提醒有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细腻，注意安全。记者陈心栋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